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。咁今日呢係1月13號星期一啦。咁就有留意香港股市朋友都見到噶啦，恒指係跌穿咗19,000點噶，咁跌咗近200點啦。咁都係一個比較大嘅調整，而且連續已經下跌多日啦。似乎大市嗰個反彈力度呢都係相當之疲弱。咁今次下跌呢，當然係同美國上星期五公布嘅所謂新增非農業職位遠好過預期，似乎反映呢係美國息口嗰邊呢係出現咗個轉向。上星期道指咧都曾經跌近700點噶，而家恒指咧落到呢個水平又跌穿19,000咧，咁而家下一步咧似乎市場都好關注會唔會恒指去到18,400，即係上次924人行組合拳救市以嚟嗰個起點啦。如果係穿咗呢個位呢，其實可能會跌到18,000點嘅邊緣噶，咁呢個水平呢係相當之關鍵啊，值得大家留意。咁講翻美國嗰邊啦，上星期五出嗰個就業數據呢，的確係遠比預期好噶。咁似乎反映咗呢，而家美國經濟狀況呢係理想啦，而且呢仲有係通脹壓力呢係未消除嘅。咁今個星期呢，美國仲會公布通脹數據呢，都好值得關注。而家開始市場有共識呢，就係美國再減息嘅步伐呢，好可能係會放慢啦。上次聯儲局嘅所謂點陣圖已經反映2025年可能只係減2次息，咁但係最新呢，其實市場已經共識可能係只係減得1次，甚至譬如美銀嗰啲已經講啦，成個減息週期呢已經係完結咗。而如果通脹喺特朗普上台之後重新回升呢，其實有機會聯儲局係要掉頭加息㗎。咁呢個係反映咗呢，上次舊年9月呢，美國聯儲局一下子減息半釐嗰個步伐呢，似乎係有啲減錯息㗎。咁呢個呢，係我之前寫文章呢都有提過，通脹嗰個尾巴呢就唔會咁容易消退嘅。咁而家好明顯見到呢，就係通脹仍然都係比較頑強一啲。而家聯儲局會唔會又要再重新調整一次，將減咗息嘅步伐再重新加翻息呢？呢個係好影響今年2025年呢成個財經市場嗰個部署，而呢個亦都係會影響到港股啦，以至我以下落嚟呢講香港所謂一個灰犀牛會唔會出現。咁呢個灰犀牛呢，其實正正我就係想講呢，係而家香港個企業違約嗰個機會呢，似乎係越嚟越高。咁呢個喺IMF 我琴日講嘅片入邊嗰個關於香港第4條嘅一個報告入邊呢，都有提到。而家 IMF 認為呢，其實香港個雖然住宅嗰邊啊問題可能會比較細一啲，咁但係見到商業物業市場，包括商鋪、寫字樓，以至係一啲發展商本身呢，嗰個負債債務情況呢，仍然都係相當之嚴重。呢個呢，可能會係2025年啦，一個喺舊年掩蓋住冇爆發嘅一個危機呢，喺今年呢會出現一個全面爆煲。IMF 嘅報告入邊特別提到咧，而家美國貨幣政策偏緊嘅時間呢，可能比預期長噶。咁令到呢，其實雖然房地產市場雖然係經歷調整啦，咁但係對於一啲本地企業，尤其是一啲房地產嘅發展商同一啲中小企，佢償債嘅能力呢係開始減弱嘅。IMF 已經呼籲啦，香港政府當局呢要保持警惕，並且呢係做一啲嘅所謂有效嘅一啲監察指標呢，係避免呢個房地產市場真係出現爆煲嘅時候呢，會影響到香港嘅銀行同金融體系。呢個呢，其實喺過去2024年呢，銀行嗰邊呢，其實都一度曾經出過一啲問題，我都曾經有片講過，有好多所謂資深投資者呢，都因為債務出現咗唔能夠償還嘅問題啦，或者係因為銀行 call loan 啦，好多物業特別係寫字樓、商鋪都變成咗銀主盤，銀行需要沒收拍賣，而最終令到銀行嘅不良貸款呢係上升，截到舊年第3季呢，銀行嗰個所謂特定分類貸款即係不良貸款率呢，已經去到2%，其實已經係講緊10幾年嘅新高。雖然2%都係仍然都係相對比較偏低嘅水平，咁但係似乎舊年呢係銀行嗰邊呢係用一個比較即係寬鬆啲嘅態度，金管局同政府亦都呼籲銀行要放鬆一啲，唔好咁快撳死晒所有呢啲咁嘅企業。咁但係個問題係
似乎去到2025年呢，呢個所謂掩飾嘅能力呢，已經係唔能夠再掩飾落去。我推薦大家睇呢係胡說樓市，胡國威呢係訪問咗仲量聯行嘅曾煥平，佢喺片入邊呢亦都提出咗我同一個擔心，係一個所謂香港2025年經濟嘅一個灰犀牛，就係講緊企業可能出現違約。曾煥平講到咧喺譬如外國英國嘅例子，銀行基本上即係一見到嗰個貸款係出咗問題咧，都唔會理任何理由噶啦，都會係沒收抵押品，即時拍賣，盡量將自己嘅損失減低。咁但係喺香港政府嘅做法咧，似乎喺舊年嘅情況咧係盡量將個問題拖延住。咁但係呢個所謂銀行採取相對審慎嘅態度，對呢啲債務有可能出現違約嘅問題，係咪可以一直掩蓋落去呢？似乎去到呢個階段呢，無論係曾煥平提出，以至我自己觀察呢，銀行似乎都已經係冇辦法再掩飾落去。而且因為好多銀行既係上市公司，亦都有銀行係嚟自海外嘅市場，佢哋需要向自己嘅股東交代，似乎再響應香港政府將個問題掩飾落去呢，佢哋都做唔到。好大機會呢，其實喺2025年呢，呢啲企業違約啊，呢啲潛在嘅風險呢，將會係擴散出嚟。即係簡單講，其實就會爆煲。嗰個規模呢，可能係大到數百億港元，已經係即係普通市民、政府、金管局唔可以忽視呢個問題呢，其實係已經相當嚴重。當然，即係大家喺即係做住宅按揭嘅時候，會話啊，銀行咪減咗息3次咯。我哋嘅供樓負擔都相對減少咗啦。咁而家嗰個供樓按揭利率只係跌到3厘幾，咁唔係有幫助咩？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咧，其實呢啲咁嘅中小企或者係一啲中小型發展商，佢哋嘅借貸利率咧，唔係用優惠利率或者大家講嘅按揭利率咧去做借貸，佢哋係用銀行同業拆息，即係所謂 H 息啦。咁其實喺過去一段時間呢，即使香港銀行係不斷減息減優惠利率呢，嗰個銀行嘅拆息呢，其實係持續偏高。我亦都曾經有寫文提到，如果大家有留意咧，其實去咗年結之後呢，似乎係香港定期銀行存款呢，仍然都係偏高。咁呢個其實正正反映就係因為拆息上升呢，銀行資金偏緊嘅情況呢並冇改善。以一啲中小型發展商為例，大發展商都仲好，可能佢嗰個借貸成本係拆息，只不過係加大概1厘。咁不過對於一啲中小型發展商嚟講呢，其實佢哋嗰個融資成本呢，會係拆息再加1至2厘。你講緊以而家銀行拆息講緊係4厘計呢，其實佢哋嘅借貸成本呢，好可能去到6、7厘以上，係一個好沉重嘅利率負擔嚟嘅。呢個對呢啲咁嘅企業嚟講呢，問題可能即係一時三刻可以掩蓋到。咁但係當銀行本身有壓力，而嗰個利率本身亦都會再度仍然係偏緊，甚至有機會掉頭加息嘅時候呢，其實嘗試以為用減息嘅理由可以去掩飾呢啲問題呢，其實喺2025年呢，可能呢支歌呢已經唱唔響，甚至乎可能會加快呢一啲企業違約爆煲嘅情況，可能率先會係由一啲所謂資深投資者啦，或者一啲鋪王啦嗰啲開始出事，到之後呢，其實好大機會有一啲所謂中小型發展商，甚至係比較大型嘅發展商呢，都會出現企業違約。我哋早前都有留意到啦，新世界彭博都有報導，佢已經要求銀行呢係暫停或者係延長嗰個還款嘅期限。咁呢個其實都反映咗咧新世界嗰個財政狀況呢係令人憂慮嘅。佢喺星期一當日呢，股價再跌多半成，去到4.1度嘅水平，已經係創咗幾十年新低。呢個係完全反映緊佢嗰個債務惡化情況呢，完全冇改善。咁當然新世界大股東周大福係仍然有相當雄厚嘅財政資源。咁但係佢願唔願意去支持呢間上市公司，還是係由佢進行一個企業債務重組？唔好連累到大股東，呢個其實值得關注。除咗新世界，亦都有好幾間中小型發展商，之前嗰個借貸比率去到5成、6成，佢哋嗰個債務問題呢都係相當顯著。佢哋
曾經努力嘗試咧係出售一啲資產，但係好可惜而家咁嘅經濟狀況、樓市個表現，呢啲資產呢，其實亦都冇人問津，咁亦都係影響到咧佢哋嗰個財政狀況咧係進一步惡化。咁由呢啲因素夾雜嚟睇咧，其實香港2025年我頭先講個灰犀牛，正正就係呢啲企業違約好可能出現嘅一個問題。咁加上咧聯儲局如果一旦真係因為加錯息而掉頭將利率向上咧，其實成個無論係金融市場、香港經濟咧，都可能會受到好大嘅負面衝擊。我見到特首李家超繼續話我哋香港會繼續集中拼經濟，我哋已經尋找到新嘅增長引擎。但係呢啲説話其實真係用嚟氹細路咩？大家公眾自己每日面對住個經濟狀況，商鋪嘅市道、零售市道，以至自己份工係咪安全？其實喺2025年呢個係好值得大家去擔心，去做一啲預先嘅部署，避免問題真係殺到埋身嘅時候呢，到時殺個措手不及。咁呢個呢，亦都係2025年呢大家好需要關注嘅話題。好啦，今集時間講到呢度，咁希望未訂閱呢個頻道嘅朋友呢，可以訂閱呢個頻道咯，咁令更加多嘅人可以睇到我嘅節目內容啦。咁我哋星期二再會，拜拜。